这回来共享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启示录第4章第6节到11节。启示录第4章第6节到11节。这位前有亲像玻璃海，仿佛亲像水晶。这位中甲这位的周围有4个画面，前后有目睭满满。头一个画面亲像狮，第二个画面亲像牛仔，第三个画面有面亲像人，第四个画面亲像德杯的鹰。4个画面各有6个室，周围甲内面变身有目睭，每日拢无休困地讲：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！主上帝专能的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伫地。逐摆画面将荣光、尊贵、感谢归互坐伫座位，活到代代无尽的。24个长老就趴伫迄个坐伫座位的下面前。敬拜迄个活到代代无尽的，佮将因的冕旒ฮ็伫座位前，讲：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堪得受荣光、尊贵、权能，因为你捌创造万物，万物伫地，万物受创造，拢是对你的旨意。咱做伙三脚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，因为上帝你采用阮，看阮最贵重的器躯，也互阮有机会伫主的面前来服侍主。但主，阮伫生命内面一直在憔悴，因为主你引带阮的道路，互阮有真好的学习。阮也愿意回应主的听，将要紧的启示。互相三甲分享，也恳求主继续引带阮，互阮伫一世人所行所做，会当真做偌济献上伫主的面前，得到主甘纳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咱今年度主题是人物教会传承使命。我想这嘛是咱一直在努力伫咱的信仰的内面。咱在学习的部分，对旧约来到伫新约，一直探讨要怎样，互咱伫一个信仰的团体内面，会当活出上帝的旨意，会当顺坦上帝的旨意来行。当然，咱伫逐时刻古拢有面对无共款的挑战，特别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启示录的内面，当时的使徒约翰伫当时代在传福音的时。嘛面对当时的侪的艰难甲挑战，因为特别是伫罗马皇帝多米森的时，在位的末期，一直不断地迫害昆族教会，伊家己也自称伊是阿波罗神在世，所以伫即种的昆族的内面，使徒约翰伊受关伫拔摩海树的所在，互人放逐伫迄个所在。我想伊伫伊的信仰的内面，的确面对真大的挣扎。一方面看见望上帝的听的来临，通过主耶稣；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却迫害一直在进行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到底要安怎样面对当时的情景？伫生活内面要安怎样活出因的信仰？当启示录的册卷的特色，就是伫起头。也是伫落尾的所在，拢特别提起着伊的写作的目的，就是要将后来所得较正的事来指示。安尼意思是，作者使徒约翰伊真知影，上帝甲即个将来要得较正的事来指示，互遮的使徒门徒知影，启示互因知影了后，后来也传到伫信徒的中间。互因知影这事以后的确要成。当然，伫即内面有2项不断做伙在出现，
头一个就是苦难的经验，总是另外一个就是新天新地的愿望。当这两个主题不断地对话，也不断伫因的生活内面在挣扎、在进行。当伫这个中间，使徒特别提醒，嘛是主的话要提醒咱，伫最后的确有福气，甲在的伫最后的中间要来出现。所以意思是，咱所选择的路到尾是得到在的，也是咱所选择的路最后是得到福气。这个就介在咱伫信仰内面怎样来坚持。今仔日咱的经节对第4章开始，就得应答上帝和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印象，就是要安怎样忠实活出因的见证，对生活中间真正活出上帝的话。毋茫讲上帝的应允通过咱今年的计划，到伫年底时，的确照安尼来行。总是牧师要问咱大家，你伫年初的计划来到伫年底了后，你翻头倒转去看的时，你伫上帝面前讲，迄个的确正的事，毋知有成无？还是你领受上帝伫你的生命内面要成的事，你有看见、有领受到无？咱伫这个中间要劝祈祷，咱嘛要搁做一摆的信仰的反省，三甲来看，咱今年度怎样来经过？当然，咱要搁有看见一部分，上帝的确会成的，咱要搁继续在打拼。咱相信，迄个可能性一定存在。总是另外一个，咱嘛知影有真大的阻挡，有真侪迄个困难伫地，可能咱真困难去搬过这个事，总是咱要搁继续努力的征战。但今仔日咱要探讨启示录这段的经节，当然牧师无甲咱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伫这个所在大声来讲通好，总是伫这2-3礼拜咱的福财执事伫咱的成人主日学的中间的分享的上课的中间，特别讲到天堂，讲到上帝国，所以今仔日嘛特别有提到这段的经节。所以牧师伫这个所在真欢喜，因为咱若听到早起所讲的，可能继续听落去，可能咱会真清楚。总是咱若无听到的，无要紧，明年还阁有真侪机会，咱会通参与咱的教会真侪教育的课程，有真好的分享。咱若有参与，咱的确有真侪的学习。伫这段的圣经节的内面，头一项要甲咱三甲分享的是，伫第4章开始。伫遮讲到使徒约翰，伊讲我看见。第2项伊讲我起头所听见的声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头一项讲伊看见天呢有门开。后来伊讲伊有听见的声，亲像河头甲我讲话。伫启示录的内面，这个河头的讲话，就是亲像主耶稣对使徒所讲的话。所以，伫这个所在有真特别的体验，就是使徒约翰，伊毋若看见上帝，互伊看见的印象，天开，上面阁有听见上帝的声。当咱若看圣经的内面，伊互圣神感动，看见什么？讲伫遮讲看见座位，看见有一个坐伫座位的。伫这个所在，伊的上顶的描写是什么？伫这个所在有讲到霹靂，有讲到马勒，有讲到冲形玉，伫中文翻译做绿宝石。伫遮的上顶，咱若综合甲伊看，伫这个所在通过早前的文化内面，遮所看会到遮物件，随常拢咧表达上帝的掌权，咧讲到上帝的圣洁，讲到上帝的审判，讲到上帝是信实。照约定行的上帝，上帝有不变的恩典甲怜悯，所以意思是总将伊涵盖起来，就是咧表达上帝的荣耀，咧表达上帝的神圣。但伫这个过程内面，早起特别福财执事有介绍真多，伫历史的内面有真多人捌去到伫天堂的所在，后来佫倒转来。有写真侪的见证，有写真侪的描写。我对细汉到大汉伫教会嘛，听见真侪人
伊捌有迄种经验去到伫天堂，后来佫倒转来，伊伫描写伫天呢的迄个情景。但伫这描写的内面，大体上拢差不多是安尼。因有看见黄金城，有看见黄金的街路，伫迄个所在有看见济济的霹雳，有真济光影影的迄个景象，伫即个天堂的所在。但伫即个过程的内面，我拄今仔日早起有听去福财教师的分享的内面，讲伫伊看见遮真侪的见证的册中间，有个人有描写到，看见耶稣，耶稣是一个会大声笑、嘻嘻哈哈的一个主。伊看见上帝，上帝是一个安静伫读圣经的上帝，有真侪的描写，总是伫即个描写是伫过去无的。大体上，大人普通的形容的天堂，差不多拢是像他拄所讲的，迄个环境，迄个所在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迄个所在景象实在是真好。但即个当然，因为安尼的见证，所以导致到咱真侪人嘛一直渴慕，咱有一日要倒去到伫上帝国的所在。伫迄个所在，咱就会通看见亲像圣经即种的描写，遐尼啊水，遐尼啊，互人通羡慕。当然，伫即个所在，牧师要提醒的是，当大人咧描写因的见证，描写到遮个水的了后，我真少听见有人安尼见证讲，迄个天堂的内面到底什么人在做主？他都有讲到，使徒讲有看到一位坐伫座位的。安尼就是看见咱的主坐伫迄个宝座的顶面，坐伫迄个座位是咱的主，伫迄个所在是咱要听伊的声，听伊对咱所讲的话。但伫即个中间，当然咱嘛得想，后来去到伫天堂的所在，到底要做甚物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逐日咧求上帝，上帝啊，互我会当倒转去到伫天堂的所在。牧师要问咱讲。你要去天堂做甚物？去到伫天堂的了后，你会通做甚物？咱定定讲，迄个所在足水的，我去到遐可能都毋免工作，我去遐都免做啥物代志，我去遐都会当规工坐地，伫迄个所在欣赏。捌有人甲牧师讲，牧师，若是迄种的天堂，我无爱去。我宁可伫世间，我有当拍拼，我会当经历上帝甲我同在，我有真侪的挑战。我有代志通做，我会通做真侪圣工，唔爱互我干那去天堂，逐工坐伫遐无代志通做，干那伫遐享受。当我听到安尼时，我心内真感动。伫咱的天堂的设定的内面，咱到底在设定甚物？这礼拜是罗金德长老的分享的内面，伊就讲到伊讲到天堂，总是伊有提出两个图，一个就是水书。一个就是巴窑族。当若讲到瑞士的时，咱过去有人讲瑞士，但伫即个所在是一个真水的一个国度，真侪人捌去遐旅游过，拢知影讲迄是一个旅游的天堂。若是会当住伫遐，毋知偌尼幸福咧，会当看见遐的景色遐尼啊水，逐日看都是青翠，都是遐的自然的环境，实在是会当。住伫迄个所在，会当亲像人间的天堂，所以住伫遐人的确真幸福。总是另外，巴窑族是一个无国度的一群的百姓，因踮伫菲律宾、踮伫马来西亚、到伫印尼的中间的海域的中间，无归属伫任何国家，无国家要承认因，因敢若伫海上伫遐咧过生活。伫遐咧过船啊，伫遐掠鱼，伫迄个所在将掠到的鱼来卖互岛上，也是遐个船仔顶的其他的遐个百姓。因安尼伫过生活，伫即个中间，咱会发现讲，哎呀，伊有真侪的欠缺。咱会发现讲，哎呀，遮个人真可怜，因太袂当住伫亲像王宫的所在，亲像真水的所在，伫遐咧过生活。但伫即个所在。最后，实际上，咱所看见的是甚物？咱所看见的是住伫瑞士的人，因伫迄个所在面带笑容，伫遐伫过生活。
总是住伫遮个水顶的遮个百姓，因好亲像逐项拢无，因的面有笑容无？因的面有笑容无？因的面嘛是笑容，因的面嘛是足自然的欢欢喜喜。当因甲鱼仔等互人会当摕到钱的时，因嘛欢欢喜喜。有当时咱在想，到底什么所在才是天堂？到底什么所在才是天堂？到底伫天堂内面，人到底咧做什么？会带来伊上界大的喜乐，带来伊上界大的平安。牧师搁一摆提醒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伫即个中间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有看见主伫即个所在也无？有真侪人讲，我来到伫教会，多好亲像真以外到伫天堂同款。咱伫即个所在要紧的是，咱伫遮有看见有一位坐伫座位的无？有主伫伫咱的生命的内面也无？伫即个中间，咱的生命经过今年了后，牧师要问咱大家：今年你有住伫天堂无？今年你有住伫天堂无？唔知影。今年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你有看见一个主坐伫你的座位无？有无？无啊！伫你的生命今年来，拢无主坐伫你的心内，你未感受到迄个天堂伫你的生命内面。咱常常甲人讲，无论上帝伫倒落，伊若甲我三甲地底，迄个所在拢是天堂。咱敢是定定咧见证？安尼今年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有住伫天堂无？也是咱常常牧师定定提醒咱的忠职。咱伫咧带会友祈祷的时，也是咱咧祈祷的时，咱常常祈祷什么？上帝啊，我拢活伫罪恶的内面，我拢是有罪的人。上帝啊，求你赦免。上帝啊，我拢活伫艰苦的中间，请你可怜我。我拢活伫艰难的中间，请你透帮我。咱的生命内面，大部是拢哀哀惨惨，拢真苦痛。咱拢感觉拢活伫地狱的内面，好亲像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拢无看见一个主踮伫这个中间。总是咱逐礼拜的时，拢讲主啊，阮踮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咧期待将来的天堂，总是今仔日咱已经活伫天堂内面，你却无安尼深深的感动、甲领受。搁一摆问，你今年有踮伫天堂也无？感谢主。当然，牧师知影，咱有真侪人活伫苦痛的内面，咱要不断地挣扎，总是无袂记是上帝甲咱三角地底。伫咱逐摆祈祷的是，伫咧头前所出现的，就是主耶稣坐伫咱的宝座，敢是？所以第二项，牧师要甲咱三角分享，今仔日的圣经的内面讲，这个踮伫天堂的内面，因到底咧做什么？咱爱到伫天堂的所在，总是咱一定爱有准备，因为到伫天堂的所在，的确有一寡代志要做。咱伫逐摆告别式的时候，拢甲会友讲，毋免烦恼。以后咱要甲咱的士大人伫天堂的所在，要搁三甲见面。咱到天堂的所在，敢若甲咱的亲人见面是无？毋是。安尼，咱甲咱士大人见面要创什么？会当做什么？伫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，伫座位中，伫迄个所在有4个画面，伫迄个内面头一个亲像狮，第二个画面亲像牛仔，第三个面亲像人。第4个亲像飞的鹰鸟，伫这个所在，有时咱要问，使徒所看见的到底是真的假？总是当这描写的内面，甲这个话，甲当时的基督徒讲的时，因拢听有，因拢明白，这个就是咧讲到伫世间，得代表上界高贵的、上界强壮的、上界有智慧的。行动上界敏捷的，拢集中伫这个4个画面的身上。当这个4个画面，当因有到伫世间所有的这个上界优秀的优点的时，因到底在做什么？伫这个所在，圣经讲，明日拢无休困地讲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主上帝专灵的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伫地。伫迄个所在，这4个画面
吟诗学乐上帝。因伫迄个所在，用因生命内面上界尊贵的、上界强壮的、上界有智慧的、上界敏捷的行动的，为着要学乐上帝，表达因的生命伫主的面前，幸福伫主的面前来敬拜。伫这个所在嘛，讲到因大家有6个室，变身有目睭，上顶因毋若动作真紧。佮而且目睭会当观察到、感察到每一项代志。但伫这个中间，咱今仔日来到伫礼拜堂敬拜，实在是有极大的福气。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带着上帝予咱的尊贵，带着上帝予咱的智慧，带着上帝予咱上界大的快乐。咱伫遮咧做甚物？咱伫遮咧做甚物？咱伫遮咧学乐上帝。咱伫遮伫颂赞，咱伫遮伫赞美，这是咱生命内面上界要紧的一项事。可能有真侪人检测伫想讲，毋是啦。我来到伫教会是要互我身躯边的人知影，我是偌尔啊高贵的人。我是要互边的人知影，我是偌强壮的人。我是要互边的人知影，我是偌有智慧的人。我是要互边的人知影，我是偌有能力的人。要紧的是伫这个所在，我要互人知影，我的生命内面充满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是高贵的，你应该看重我。总是毋是？伫圣经内面，这4个画面，因充满伫世间上尊贵的，这个拢献上伫上帝的面前，讲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阮要敬拜你。煞接落来讲到24个长老。伫第4节、伫第10节的中间，讲遐个长老拢趴伫迄个坐伫座位的面前，因要敬拜上帝到底永永远远，因为这个上帝是世世代代活地无穷尽的。特别因有一个动作，因趴拜伫上帝的面前，后来将因的冕旒，咱咧讲叫做王帽，冕旒迄伫主的面前，伫这个宝座的面前。将咱掠做上界尊贵的摆咧伫上帝面前，因安尼讲：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堪得受荣光、尊贵、权能，因为你捌创造万物，万物受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。所以在24个长老，不管是代表什么人，12支派、12个门徒，还是有什么象征，是咧表达咱会通到伫上帝面前的人。咱拢会通伫迄个所在来尊主最大，将咱的王帽摆咧伫伊的面前。搭伫这个中间，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咱伫主的面前伫敬拜主，你把你的王帽摆伫什么所在？你要低调咧，还是你摆伫主的脚座前？讲主啊，这是对你来，我嘛幸福。献上倒转伫你的面前，咱的所有的执行甲决算到底怎样？伫咱的教会、咱的各团契、各组织、幼员拢安尼做。伫这个中间，咱拢充满互相的鼓励、互相的肯定。咱真多谢这个参与侍奉的正当工，总是伫不管是伫中会内面，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若有参与的人，咱拢会通听见这个侍奉的人讲什么。这个拢学乐上帝，这个拢归荣光上帝，这个若毋是上帝甲咱三角地底，咱袂通做任何什么代志。所以当逐摆咧讲这个信仰的话时，咱的心内拢有极大的感动。所以到底天堂的所在要做什么？就是要学乐，不断的学乐颂赞赞美。但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咱有吟诗无？咱有学乐无？咱有颂赞无？这个所在是毋是上帝国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？是无？咱伫这个所在做伙吟诗学乐上帝。牧师对细汉伫教会吟诗学乐，听见遐长辈咧吟诗，阮就开始学习要安怎样学乐上帝。逐礼拜拢足欢喜的，会当吟诗做伙吟诗。总是这种的情景，后来慢慢咱的社会在变化。因为以早无麦克风，所以以早拢是爱用人的声，讲道用人的声吟诗。咱会听见会友真水的声，
总是后来慢慢有麦克风了后，麦克风的声会通压倒所有的会众的声，所以有真侪人伫下面感觉讲我的声也袂当比麦克风的声较大声，所以咱的声慢慢哪来哪细声。有人甚至讲：哎呀，头前咧唱的人比阮较会唱，听因唱就好，阮都毋免唱啊。所以牧师有发现，咱伫教会内面吟诗的能力哪来哪降低。牧师毋是看轻咱，是咧讲咱有当时无注意，伫即个娱乐内面。当然，咱有的人无音乐的温数，有可能你会讲我五音不全，所以我唱出来真歹听。总是你对你的心底，你会当唱出对上帝的娱乐。我想边仔无人会甲你唱，边仔无人会甲你讲，请你点点毋通唱。所以咱伫即个吟诗内面。你若袂晓唱迄个音符，无嘛至少你会晓读遐个话。古若摆捌甲中秀讲，你若伫小组的内面，带这圣诗，你若袂晓吟，无你至少会通带会友做伙读歌词，用对心底来朗诵来读出来，也是用心内的迄个音符来甲伊吟出来。无要紧，上帝知影咱的娱乐，这项代志是要紧。牧师捌分享，伫什么款的娱乐内面上欢喜？头一个就是甲会友做伙吟诗娱乐，甲厝内人做伙吟诗娱乐。第二项，咱若去到有机会去到伫圣地的所在，你若吟诗的时，你会看见侪无共款国家的人会甲你做伙唱。当因唱出来的歌，你嘛讲，阮的圣诗嘛有，你嘛甲伊唱的时，迄种的感动，你会发现讲，上帝啊，感谢你。伫即个国度的内面，竟然阮嘛听见有别款的国家、别款的语言，甲阮做伙唱同款的圣诗，对娱乐上帝，迄是相当感动人的。有一摆的机会，也伫家己咧牧会时，因为甲英国的西北大会有结姊妹中会，所以阮就受差派一年到伫英国，伫遐来报告啊，阮伫教会的牧会甲教会中会的情景。当阮受派到伫一间教会时，阮就分组，逐个人两个人一组，两个人一组去到各教会，伫遐来请安报告。当有一间，我就去到对一个牧师，伊爱牧几间教会，早起牧这间教会，下晡爱去关怀遐个印度其他的国家的遐个外口移民来的，因暗都爱搁去牧另外一间教会。到迄暗的时，迄个牧师娘甲我讲，潘牧师，你有一首歌你毋知会晓吟无？有一首歌你毋知会晓吟无？我甲讲吼，无你大概哼，互我听看觅，迄个旋律到底是啥物？伊就开始，迄个牧师娘讲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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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讲，这我会晓。迄牧师娘甲我讲，因为伊是外国人，英国人，伊讲伊最爱这首歌。伊讲，潘牧师，你会当用台语唱袂？用恁的语言，你来唱台语。我讲安尼歌词我搁小可写一个，我来注意一下。伊有事先甲我讲，伊讲英暗，当咧吟诗的时，是毋是你会当大声带阮吟这首诗歌？你唱台语，我来伴奏，咱来吟。这个歌词安尼讲：亲爱主牵我手，因带我得徛在。我也先真软弱，上失败，经风影过暗暝，带我行入光明。亲爱主，牵我手到天庭。第二节安尼讲，我路途真青青，主跟我来做伴。我人生的路程特别煞，求你听我求救，扶我手免绊倒。亲爱主，牵我手到天庭。咱伫第二节的歌词，我人生的路站特别煞，求上帝继续牵咱的手，继续往头前来行。这个时候，咱做伙三角来吟两节，咱一块吟。亲爱主，牵我手，引带我地徛在。我也先真软弱，上失败，经风烟过暗暝，
我行一更面，亲爱主，看我手到天天，我路途真凄凄，主公我来作伴，我人生的路天得要选，叫你听我求求，扶我手免跋倒，亲爱主，看我手到天边。伫主的面前，咱三个吟诗的时，咱就体验到，咱亲像伫天堂的内面在吟诗。所以，咱今仔日伫遮吟诗，伫第二个天堂在吟诗，然后咱到伫上帝的所在，咱嘛做伙吟诗，做伙三甲学乐，做伙三甲颂赞。阿门。三甲头来祈祷，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。阮伫今年，阮尽快力服侍主，听小厝内人批判乱辱的。主，阮知影阮做无到，总是有圣神的开力甲阮三个同在。就阮所行所做，阮知主你目睭在看，主你啊亲自开力甲阮三同行。阮犹原旨意敬拜伫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知伫逐日，当阮目睭刻刻在祈祷的时，阮就看见主爱的主踮伫阮的面前，在疼惜阮，在医治阮，在鼓励阮，在学乐阮。所以主，阮有开力行完今年度的路程，阮阁一摆献上阮的学乐，献上阮的感谢。因为阮知逐日所行是上帝伫阮的生命内面特别正的事，这是一项水的事，所以阮着欢喜快乐，阮着学乐吟诗，逐所在来报扬上帝你的疼痛。阮将今年献上伫你的面前，愿主感纳，阮也继续祈祷，甲所听兄弟姊妹手牵手，继续行明年度的路站。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凤山教会，充满伫台湾的正教会，充满伫普世逐间教会，甲每一个所在。因为主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万权力的主，你是掌权世界的主。愿要尊主最大，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